后来乡亲啊，唔是人食老都无路用哦。来介绍2、3位的老东西，即卖是正清的网红，因拢老甲真空间、真精彩。穿西装戴一个白色新树帽啊，配7角金丝丝，打扮真是行，伊是真派的老人林经虎，已经76岁啊，并且有将近25000名的迷众支持者。去年9月份，佮接受邀请去纽约时装周表演。当半年前我从纽约国际时尚周，伊记拢充满魅力，其实完全袂适合专业的马道。你可能想袂到，讲伊少年的时是妇产科医师，佮是病院的院长。当初会拍片，其实是想要推动预防医学成功脑怀理念，无经过煞进入网红的世界。我就觉得说，那我过去的写的东西，那人家不一定会听得到，不一定看得到，那何不自己就去发展出自己的小媒体？是这样来的，去走秀啦，业配啦，甚至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称得上斜杠人生，其实就是说。居然有业配了，真的讲居然有业配。他叫我就说，来游轮上面演讲，表示出比较有艺术性的东西，或者是文化面的东西，那个所谓的思维比较底蕴比较深的东西，基本上我就会接。那游轮会接的原因是因为旅行就是一个上年纪的人该做的事情。上派老大人林经虎想要透过伊的故事，甲伊同款有会人推广3力、社会力、体力甲脑力。林经虎嘛拢有照做，一礼拜去200间新房，一直动脑筋交际，佮吸引一阵50-60岁美魔女，甲对调的想要变水，展现家己。他说：“Paul， 你有办法在纽约走秀，那你有没有办法也让我们可以走秀？不必到纽约了。”我们到巴黎就好了。OK， 类似这样的话，那我当然我就说，机会来了，他们喜欢美丽，那我就开始去跟他们谈，就好像那个教育课程一样的学分制一样，就跟他谈。我说你要美丽以前，你必须要做这3个东西。你现在的身材，你要走秀，这种身材不太好吧？你的腰围并没有出来。他们就说腰围可以训练，我说当然可以训练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就带他们去服装设计师那边去，要命了，消费不得了。他先生说，明明走秀只要2件，你为什么买9件？告诉他爸爸说，爸爸你要努力一点哦，妈妈越来越漂亮。你懂我意思哦 ？OK， 你要小心哦，有这样的言论出来哦。我听了我好高兴啊！我好高兴，我说你们真的可以毕业了。透过迷众团 YouTube 宣传自我，嘛影响别人。经过半年的训练，这家庭主妇袂输是换一个人同款，每一个拢充满自信，走上表演舞台圆梦。一张照片，然后再叠一个效果上去。为了好这时代对上时代脚步，今嘛有袂少的社区开录龄专班，加这时代用手机啊，甲手图的软体，发挥活够老、有够老的精神。每次照都传，然后跟他们都很骄傲的说那是我的。大家有没有很吃惊？哇！会说我的早安图越来越棒。之后回去一定有回家功课。那我是希望他们能走出去。好，就说你可以去家里的公园开完花之后呢，你还可以做早安图，其实都在里面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说每天都窝在家里，就可以出去走一走啦，拍拍东西啦，跟朋友分享啦。你我都爱动，无论是动头壳还是动身躯，唔通因为年岁愈来愈济就荒废能力，爱相信老有所用，每一位老大人拢会使活出快乐的第二人生。